各位朋友，大家好哈。来看一下《日出》这首客家歌的歌词啊。这首歌呢是由黄连玉先生主唱，然后也是他作词作曲，由新宝岛康乐队这个整个乐团来演唱的啊，所以也有陈升啊。来看一下歌词的内容，来第一段呢是天顺跟一讲啊，我们看一下，我有把它因为早期这个歌词啊，客家歌词可能就是各家制作公司呢，没有不像现在，因为我们客家语的用字已经很成熟了，所以都已经定调了哈。所以早期的歌词有一些可能未必是用的正确，那现在我们就是把它还原成比较正确的用语哈。天顺嘅日光，多哈呀落山杯啊，到了下半夜，多哈呀落山杯就掉到沉，就是像月亮沉下去，沉到山的背后去了。第二句，爱行到路行啊，爱就是我啊，行到路行。那这个路行呢，如果是打成这个巷这个字，就是走在路上的意思。那也有人会是那个街头巷尾的巷，路行也是可以哈，就是走在小马路的意思就是看你要用哪一个字。再来就是梦咪咪，请路转啊，那个梦咪咪呢？看要用眼睛眯眯的呢，还是要那个微微笑的微微？其实意思是相通的。梦咪咪，请路转，请这个寻找的寻就是客家话就寻找，就是我们寻找就用寻这个字，请路转就找路回家的意思找路来转就登去厝的登再来。给书诶，更有这个给呢，就是是什么，就是那个属于算数的量词的时候，会用给给书诶，更有一直在更可以说一直的意思，一直在摇。凉风就是凉风，吹过来就吹过来，字面上是没有问题的。心情压舒爽舒爽再来人生快乐，爱是慢人高，爱是就是不用何必的意思，爱是慢人就是什么人，不用什么人高人生快乐爱是慢人高，不用人来教下一页哦。来听一段爱进行进冲，我进行就是我边走边唱的意思啦。进行进冲，高黑贤这个戏就是是不是的是的意思给高黑贤，哥哥是神仙高黑贤，猫黑怂嫦娥怂来也不是多讲也不用多讲，不是就是不用了也不是多讲。唱出山歌，唱出山歌，爱清腔来爱就是这个是我爱清腔，清就是最最比较级就很棒的很最的意思爱清腔腔就是什么？这个庆这个字就是表示说我们客家话来形容了一个人很厉害很棒的意思，就是腔就是庆。然后再来下一个是给天后盾天后盾这三个字天后盾就是电线杆，定有又来了，一直在摇。日头就是太阳太阳光，日头。场过来这个字就是场那个原来的唱那个里面的黄先生那个新宝岛康乐队呢，他是唱成参过来那其实是这个字念成场过来过来。心情压感苦这个呢是多放进去的，因为唱歌的时候必须要这样子嘛心情压感苦，心情也就艰苦的啦艰苦艰苦。来，人生快乐，人生快乐。没酒没有酒，那会爽那也爽没有酒怎么会快乐呢？怎么会爽快呢？下一句下一段。
这边这一段呢，就是台语了哈。我嗲嗲爱林家提更，因为我没有特别用闽南话的汉字把它打上来，我就是照字面上去把它提上来的哈。头晕脑顿顿啊，我是烧酒仙，看到你，卖骂阮目眶红那鬼，人生若佚佗，要做嘛爱啉淡薄，欢喜冠记日头来唱。这句话是客家话。好，我暗时啊，一尾铃。好，来下一段，这边应该是副歌了啊，又重来唱一次了。啊，这边没有啊，副歌副高小高，副高小高，副高小高，然后就是为了什么？我是烧酒仙呐，我是烧酒仙，头晕晕脑顿顿啊，头晕脑顿顿，当日酒色醉呀醉。好，这句是客家话，当日就是每一天，当日啊，酒色醉呀醉啊，每天就喝的天天醉呀啊，天天醉，卡卡巴讲天天醉啊，过来。来第4段，天顺嘅月光，倒下呀落山杯啊，大家都懂了。来，爱行到路行，哎，这边我就特别用这个巷这个字啊，哈，路巷啊，爱行到路行，木咪咪情路转，天火给这边还有一个给啦，没有提到哈，给天火炖金药，日头长高来，心情真。甘苦啊，这边用真了哈，心情真甘苦，人生快乐，某酒奈为爽。好，来下一页，好，再来就一样了。我常常嘛爱啉到天光，头晕脑顿顿啊。我是烧酒仙，看到你，卖骂阮头毛乱哪鬼啊？人生若佚佗。要做嘛爱啉淡薄，来这句欢喜，好，这个欢喜是台语，接下来是客家话的，冠记日头来唱，我按时啊一尾铃啊，我按时啊一尾铃。以上呢，这就是我们客语歌日出啊，新宝岛康乐队的日出歌词的朗读跟解释哦啊，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看啊。希望呢，大家能够在阿文狗结束以后呢，也可以喜欢听我们的客家歌来欢迎来传唱客家歌哦安之 say 哦，沈梦怡啊。当然啦，节目的最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帮我们的频道按赞、订阅、加分享哦。OK， 拜拜。